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蚌殼式肌肉訓練，我哋一齊鍛煉下啦。呢個動作係針對臀部肌肉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打側瞓喺席上邊，雙腳搭好，屈曲膝頭哥，背部同埋盤骨保持穩定，慢慢將膝頭哥抬起。稍作停留後，返回起始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，做得好，記得 keep 住做運動啦。睇埋我哋其他片 ，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